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县的仁爱乡是以高山的甜柿仔来出名，即摆是大出的季节。啊，讲今年的雨水伤多，再加上山高屯大，产量减一半，恐惊今年的价销会较贵。南投仁爱乡海拔真悬，日夜温差嘛真大。西产的地区菜又搁甜，产期为10月中到年底，嘛是在地重要的经济作物。不过今年气候无稳定，雨水搁伤济，搁有高山啊来作乱，雨产量大概减少50成，价销嘛比往年搁较悬一丝啊。不留多啦，就是个头要大，因为个头大，它的品质就好嘛。甜度大概是21到23啦。它不像一般软柿一样哈，它采收后的话，它还会清脆爽口。我们产季从10月中就开始了，会一直维持到年底。虽望今年甜柿的产量受到影响，不过农民要是对品质真坚持，落花嘛鼓励消费者吃在地，听在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